妈妈，叔父的房子倒了，死了很多人，快点，快去看看吧！快走，咱们快去看看！天哪！供养啊，祈祷啊，本尊、上师、护法神。米拉昔日将残生的好儿子啊！叔父和姑母对我们说，人多就带着人来打仗，人少了就施咒术来，这比人多还要强啊！老父留着这条命不死，才有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呀！这真的是报应啊！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啊，快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没事了。他太猖狂了，还说这样的话。我们应该用刀子杀了他。哎呀，我们怎么能杀他呀？怎么能啊！我们要是杀了他，他的儿子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照样再来一下的。现在我的儿子女儿全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妖妇，我杀了你，我为他们报仇。雍州，别这样了，当初就因为你贪心才遭此大祸。现在那女人的儿子还没出院，你若这么做，后果会更严重的。所以，我们先把他的儿子干掉，然后再回来收拾他。行，好，这个办法还可以，但是一定不能泄露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没错。走。妹妹，你昨天的做法实在是不应该，施法见效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现在他们呢，商量着要杀你呢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你自己没有遭受这样的祸害就好，这个道理我也懂。我的家产被夺去了不算，他们还采取那种态度对待我们，实在是让我们难以忍受。好了，别再哭了。他们准备杀你，你可要把门关好啊，时刻都要提防啊。哦，听见了吗？我走了，保重啊。你要小心啊，要想个办法才好。他们正准备去杀你的儿子呢。这样吧，把剩下的一半土地也卖了，换成黄金和松耳石寄给文喜，还要写一封信由文喜
寄给他们，恐吓他们一下，这样他们就会害怕，商量过的毒计也会放弃的。就这样。贝达，你把这封信当成你哥亲自寄来的，然后让你舅舅他们对我们好的那些人看，然后再让所有的人看。这个办法一定能够促使他们停止对我们的迫害。来，拿去。好的，妈妈。舅舅，这封信是我哥哥寄来的，您看一下吧。给您。妈妈和妹妹，我相信你们健在，也相信你们看见了我施咒术的结果。如果还有人害你们，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寄给我，我依仗咒术取他的性命，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。哎呀，他竟然成了如此强大的人了。你再看看，信上还说其他什么没有？你再看看。如果整个乡邻都欺负你们，你母子俩就到这边来。我这里的生活也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困难。我可以将本乡完全毁掉，不留一点痕迹，文喜祭。天哪，他要把整个乡都毁掉啊！做他的儿子可真不容易啊。